歡迎收睇建設銀行亞洲嘅投資分析短片。今次我哋同基金公司首源投資談論股票、債券同埋現金以外嘅資產，例如基建投資嘅部署策略。Joey 你好 Edward 你好，可唔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你哋公司嘅背景呢？我哋公司係首源投資啦，前身係首域投資。2019年因為母公司由澳洲聯邦銀行易手去到日本301聯金融集團而改名。我哋嘅投資策略好全面，當中包括股票、固定收益同埋另類投資唔同類型嘅投資策略。至於全球上市基建團隊已經成立超過18年，團隊現時管理嘅資產值超過69億美金，由9位專責投資專家組成。成員平均具備超過15年嘅投資經驗，而且擁有多元化嘅技能同埋背景，有助建立深入而且廣泛嘅投資流程。我哋投資喺一系列嘅上市投資基建，包括 C Communication 無線發射塔同埋數據中心、U Utility 公用事業同埋再生能源、T Transportation 收費公路、機場、港口、鐵路同埋 E Energy Midstream 中油能源。呢啲行業嘅共通點係包括市場門檻高啦，而且定價能力強。中線而言，可以為投資者帶嚟抗通脹嘅收入同埋強勁嘅資本增值。自從今年4月特朗普推出對等關稅之後，無論喺股市、債市、匯市嘅波動都非常之大。特朗普嘅一言一句同網上貼文都足以令市場掀起巨浪，令投資組合跟住坐過山車。由於關稅談判好多都係延期90日。即係等於整個第二季基本上都有坐住過山車嘅感覺。2025年暫時對投資者嚟講係非常之波動嘅一個年份。過去幾年美股處於牛市，令到大家資產都比較集中喺美國。投資者開始喺度諗，係咪可以乘住呢一波嘅反彈浪，減低過分集中風險，趁機調整組合分散度同埋資產類別嘅多元性呢？增強組合嘅防守力度。所以問下 Joey， 你哋有冇啲咩投資策略係可以幫忙嘅呢？Edward 啊，其實你提到嘅痛點咧，正正係基建投資嘅核心優勢。咁我哋首源全球基建投資嘅策略咧都好明確㗎。我哋聚焦翻剛需、抗跌守穩，特別係喺增長放緩但係通脹上升嘅週期表現突出。首先解釋一下咧點解社會基建有抗跌嘅特質。先俾大家睇一組數據。由於受到剛性支持同埋啱啱頭先提到 CUTE 個 Cute 嗰啲企業咧，全部都係配備呢個特質嘅，即係等於咧經濟無論週期好或者唔好啦，大家對呢一種服務嘅需求咧都係非常之穩定，而佢哋嘅營收環境都相對穩定。咁我哋先嚟做個分析啦，以長期投資20年嘅時間嚟計算啦，以月度表現作為一個分析。當全球股票下跌嘅時候，基建投資策略參與率咧只係得0.65，即係話市場每跌1%，佢嘅跌幅係唔足0.65%，遠低於普通股票。首源投資嘅上市基建團隊已經建立咗模型，從而評估經濟衰退對呢類資產個別細分行業嘅潛在影響。咁假設關稅最終令到美國步入衰退，雖然唔係我哋預期想發生嘅，但係相對嚟講對基建行業嘅衝擊咧係非常之細嘅。預期美股嘅盈利影響可能有超過15% 嘅跌幅，但係預期對基建而言影響係唔多過5%，真係可以講得上咧，相對係冇咁受關稅嘅議題影響㗎。Joey 啊，咁樣聽起上嚟，基建就好似可以穩定經濟嘅壓艙石，唔理市場點樣變，大家仲要上網、開車同埋用電。但係問題嚟啦。防守型基建投資策略會唔會只守不攻而錯過增長機會呢？配合翻 AI 同埋電動車嘅普及咧，我哋見到電力需求係急速增長緊，尤其係喺美國，好多電廠嘅資本開支咧增長嘅幅度都係歷史新高。未來3至5年佢哋投資嘅增長嘅中位數喎係達到17.7%，因為佢哋係受到政府規管嘅企業，只要能夠提升翻發電量，收入就自然能夠提升。所以企業盈利由平均4至6%提升到6至8%。另外，美國製造業回流同埋能源轉型咧，亦都為基建投資帶嚟增長嘅潛力。如果關稅政策推動製造業回流翻嚟在岸工業發展成事嘅話，交通基建好似貨運鐵路將會直接受益。雖然短期關稅可能影響個貨運量但係長期嚟睇，本土生產嘅原材料運輸需求會反哺翻鐵路公司。
而且能源管道亦都迎嚟一個新嘅機遇。美國喺貿易談判桌上經常要求各國買入佢哋嘅液化天然氣，以改善貿易逆差嘅狀態。預期出口增長將會喺未來5至7年能夠翻到1倍。印象中基建行業普遍有高槓桿嘅特點，盈利容易受到利率影響。當然，近期利率下降可能可以直接降低融資成本。所以問其實基建資產對利率嘅敏感度係咪接近債券？喺長期回報潛力同埋傳統債券又可以點樣比較呢？係嘅，基建嘅企業咧普遍對於利息變化嘅敏感度高，甚至咧可以匹比起一個債券嘅表現。一般嚟講，減息週期，基建行業表現突出。但係相反，喺過去22年至到23年一段加息嘅週期咧，對基建嚟講咧可以講得上係一個逆風啊。所以行業比起美股嘅估值而言，相對比較落後。行業而家大概個市盈率咧係17至18倍，比美股落後。不過由於上年開始已經進入咗一個減息嘅週期，現時逆風變為順風，預計有利返行業估值收復。相對於債券投資收取一個債息，基建投資亦都收取合理嘅股息，大概維持喺3厘半至4厘左右嘅水平。相比大部分高評級嘅債券，收益率亦都算吸引嘅。預期長遠行業能夠為投資者提供跑贏通脹嘅表現，而且講到底，如果經濟真係快速放緩，投資債券仲要擔心個違約率風險倍升。相反，上市基建大部分都係獨市嘅生意，營收穩定，而且多數受到政府規管嘅企業，企業倒閉嘅風險可能相對仲細一啲添。咁樣聽起嚟，基建投資嘅策略可能喺亂世中避險，又能喺趨勢中增值。喺不確定嘅市場裏邊，或者投資者更加需要分散資產配置，希望能為資產組合打造攻守兼備嘅防線。希望於波動市況之下，分散部分投資於基建，能為投資者提供一個穩定組合嘅工具。我哋一直鼓勵投資者要構建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去分散風險。聽完你嘅分享，相信部分能夠承受中高風險嘅投資者，可以考慮以部分資金以基建投資策略去增加潛在嘅投資收益。但係當然啦，投資者需要注意可以承受嘅風險。Joey，好多謝你嘅分享。今次我哋就講到呢度，拜拜。